国本地7000万高保批评检方查1年拢无结果，也因有电子监控暗时爱登到台北徛街用手机汇报，禁止接触证人。矫正署伫桃园矫正学校敦品中学昨暗发生干半生，甲教导员泼滚水，佮甲面被着伤，目前教保员已经送病院。南部正出名的一个丹丹汉堡甲宣布10时开始，一寡商品会起5块到10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获法院裁定交保了后，今日答应交保啊，下晡2点多来离开法院。伊批评这承办的检察官毁掉司法的信任度，差几年拢查无到物件。伊也搁再批评总统赖清德互台湾四线。郭文德交保了后，随登去新竹和伊的妈妈见面，也因为有限制自己，暗时10点进前爱登到台北徛街用手机汇报。支持者总算看到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身躯边有太太陈佩琪，牵手陪伴到庭行出法院。检察官，你们查了1年，到底查到什么？什么都没查到。民进党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民众党怎么会这么干净？就为了这几个检察官，把整个台湾社会的司法信任度全部摧毁掉。这条7000万交保面对法院裁定，我表态爱国心思。计算1点后，7点头交保，先感谢小草的支持，暗过为一等，先批评检察官摧毁司法信任度，可炮轰总统赖清德，和台湾陷入混乱。这个案子根本是冤狱，我个人的苦难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我希望台湾以后可以更好一点呢。不要这，为什么要让整个国家陷入四分五裂？赖清德，你好好想一想吧。被羁押禁见差不多1年，郭文德讲起看守所生活，家己考试家己是轻车要犯24小时看不到日头。高雄讲到真济法警根本都是伊的迷障，不敢回应有保全收容人的放射空间光线顶，决定是安排运动时间，暗过对警检被告的采取必要附加措施。民众党党员几摆支持者客满北检外口人控区，迎接郭文德登去，暗过队伍内底有110个人伫现场抓银纸。郭文德新的故乡杨总统，柯文哲贪污，你们知不知道？司法不公平，知道吗？郭文德交保了后一段行程，就是等新竹找妈妈，暗过被限制自己，每日暗时10点进前爱登台北用手机上传住所的画面，讲起后生祖父，郭妈妈是真唔甘。忍袂住，后天流目屎。我一个人找1年，佫找无。佫可能贵的。生活嘛是真艰苦咧。这摆这条交保北检议员咧演技是毋是控告官司也还未结束？台北地院排定查到心理经发生这案件，郭文德会搁一摆出庭，甲检方正面对决。记者综合报道。针对郭文德交保，这民进党的党中央表示尊重司法，袂去评论个案。不过，这民众党即马出现2位偷人的讲法，引起大家讨论。林国昌其他日是来反驳，也批评讲这立赢关了伤过快。另外，针对着这未来南北合的布局，已经表态讲要参选国民党主席的郑丽文，伊就坦白讲，这南北合是有重要的历史责任。下回路当新的旧厝，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德羁押1年后7000万交保。郭文德主要牵涉4大案，包括金华城土地违法应借奖励案、政治现金公益侵占案、使用政盟基金会款项支付竞办员工薪水背信案、郭文德政治现金存户申报无实案。不过，去互人起诉求刑的是退隐换销的端保证。郭文德拢总是互人求刑28年6个月。郭文德交保，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路陪伴，展现真好的友情，而且搁再回应2粒日头的讲法。从去年就一路搞到现在，我就说你们从来没有成功过了。他应该要先关心一下赖清德到底可不可以叫柯建铭下台，对不对？先把自己的家里的事情先顾好。蓝营主席参选人积极拉拢小草，声援柯文哲，国民党没有政治民心。未来不久后，恐怕国民党会变成小白了。
为国会法案加公防合作以及反制大罢免，民众党对国民党伸出援手。郭文铁交保了后，未来若被合的布局也互人关心。国民党拄仔是党主席改选的时期，已经有9个人表态参选，其中毋若罗志强挺郭文铁，讲伊相信若被一定会去合作。陈立文嘛坦白讲，若被合作有重要的历史责任，一直坚持到下架赖清德、下架民进党的那一天，所以蓝白合这个历史的重要的责任，大家都会全力以赴把它做到。用司法手段来做羁押的一个手段，他应该感受非常的深刻。所以蓝白合作策略不变。郭文铁伫2014年就任台北市长初期，讲要对查郝龙斌、马英九任内5大案，即摆若被合作，正做布局2026讨论的焦点。郝龙斌嘛是竞选国民党主席的热门人选，党内嘛有声音伫烦恼郝龙斌若出来选，可能不利若被合作。啊，不过郝龙斌进前嘛伫面册答文，声援郭文铁，国体跑不平，互人解读嘛是为若被合作伫铺路。记者采访报道。来看法务部矫正署设伫桃园市的矫正学校敦品中学，昨暗发生这感化生甲这教导人员泼这烧烫烫的滚水，甚至佫甲这教导人员的面毁掉伤。目前这个人员已经送病院啊。学校表示讲会追究学生的刑事责任，也会加强这高控机制，避免类似案件搁再发生。高雄围起来改变心检，由矫正署设立伫桃园的矫正学校敦品中学，主要收容依法执行感化教育处分的少年。这次案传出暴力事件，一名感化生为了替防纠正的同学出去，以滚水甲原子笔攻击教导人员，学校校部赶紧将人送医。脸部呢有几道的刺伤，因为用热开水去泼洒我们同仁，那有造成烧烫伤。学生的部分，当然我们这边除了谴责他的不当的行为以外，也会去追究他的刑事的责任。学校强调会追究刑事责任，也毋过这并不是矫正学校头一摆暴力事件。去年3月，就有9名学生因为想要拍闹球，防击作杀不同。2020年也发生感化生领地食有案，全台有4间矫正学校可能介好问题，学校来都算是一般的功课拢爱收起来。他们以前都不爱读书，勉强他们读书是种难处了，应该给他们学习一技之长，比较实际一点的。好像有问题的孩子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给他们改变，这个是很大的难题。大家都是要了解，这个是必然的现象。教会所表示，真侪犯罪是出伫家庭、显伫学校、恶化伫社会。法务部相关报告也捌提起，真侪感化生早伫入校进前，就已经失学，长期依附偏差同辈接触帮派出文化，造成性格冲动匆忙。教会所认为，伊除了透过功课甲磨练去调整心情之外，搁较训练感化生有一个技能，互因会当搁融入社会，才有机会降低再犯罪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逢甲商圈一间餐厅惊中昼爆炸，有看到的民众讲，可能是员工使用加湿喷顶无细腻，造成烧烫伤。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甲2个受伤员工送病院。要若这爆炸详细原因，搁爱调查。玻璃破掉了。救护车赶去现场，赶紧将受伤的人送医。看到民众讲到代志发生的经过，一直讲惊一条。嘣一声，然后我出来看的时候，就玻璃碎掉。就整个玻璃碎掉而已啊！因为我那时候我刚来，所以我在忙，我没有看到。我转头过去看，就整个都是玻璃的啦。2名员工分别受到耳面甲手烧着伤，紧急送医救治，无生命危险。代志发生伫台中逢甲商圈西安路的一间餐酒馆，车牌中昼发生起爆，监视器画面翕到起爆迄时店家的玻璃门窗炸开，碎玻璃四过喷。迄当时也有不少学生甲游客当咧巷仔内准备要食饭，好佳在无去互扫着。看到民众指出，亲像是员工使用加湿喷枪无细腻，经销表示也爱后手赔偿。现场是有发现，在后面厨房有一些遗留一些食材啊，还有一些可能有要准备煮食的动作。生活上未少所在拢会使用到加湿管。理化老师指出，内底主要成分是丙烷甲丁烷，佮利用高压喷管装起来，会发生爆炸，多数甲使用不当有关系。
如果你没有照它安全装置安装的时候呢，它容易气体从这个旁边开口处呢，从旁边漏出来，就会产生气爆的现象。瓦斯罐它的开口的部分是不是过于老旧？所以温度稍微升高一下，或者是我们去触控的时候呢，那它可能密封性就没有那么好，有可能就漏气，所以也会造成气爆。刘华老师指出，边缘甲电源拢较易烧起来，拄着高温度的引发火势，使用进前要确认管啊线敢有损坏，甲安装敢是拖动，使用的时也要管理火源，甲保持通风，才当确保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接落来，南方分区向北线影响，即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包含着新北、新竹、嘉义、高雄山区、东北部，也有苗栗到南投地区，也拢要注意着大雨。气象专家认为讲，对礼拜到拜之天气拢是差不多的，甚至有可能伫暗时也会落大雨。拜日中昼过后，雨正大，也去部中台中太平区居民行大水淹入去，赶紧囤沙包，不过也是挡不掉。水太大了，所以直接冲下来了，沙包全部又冲倒了。监视器也翕到大水对面堤边的巷仔冲出来，边的砖壁只占袂条倒去，搁占路的一半，影响通行。我安尼车驶入啊吼，逐条沟都拢满。大台北市第拜日入暝了，雨势搁较大，积水浸入信义区百货地下停车场、机车道，亲像出水道。涂骹拢是土石，强降雨影响，互上村机场国内线航下排水管未付栓塞，上过冬刷落落去，航站已经派人检修，现场无人受伤。反正台湾就是这样子啊，不是漏水，要不然就天花板掉下来，要不然就什么挖沟，什么有问题的。我觉得应该要日常的维护是要做的，只是说希望能做得更好。气象署提醒，拜日中昼过后，山区也是有较大雨势。拜市进前西半部地区甲山区按严防中昼过后较大雷阵雨。拜市进前多年度大楼，中华云林嘉义甲花莲爱水节海水倒灌。明天的水汽会比今天稍微少一点，不过明天的话，在山区午后都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明天都可能要注意的，有些地区可能这个午后的对流会影响到比较晚的时间。当然，大部分的这个比较正常的时间都是在下午过后，它这个对流就开始发展了。专家分析，拜四开始太平区增强各地天气较稳定，中昼过后雷阵雨范围会明显减少。未来7日热带系统发展会对各界的小众有望变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双十宴会伫南投举办，地点就伫咧南投市的鸟路区。县政府预告讲，这10日暗时呢会先来试放宴会，有的人是真期待，也有民众烦恼讲到时交通的大拍角，希望县政府好好规划。2025双十国庆宴会伫南投，选定马路溪边的道济禅寺做这届示放宴会地点，嘛已经放高空家规咧宣传。官府拍算9月16暗时8点会先示放宴会，试放超过300粒，时间大约3分钟到5分钟，来确认观礼台以及山顶观赏点的视觉。有民众感觉真期待，嘛有人烦恼交通的拍角。唔知有其他的所在会使去无？因为迄天一定人足济，车嘛唔知要放搭。交通的问题，我是希望讲咱县政府会使做一个真好的宣导，要入场嘛真好入场，要结束的时阵，大家要倒去厝嘛会使真平安。南投县政府表示，初步规划伫咧南投市液景大学、南投往来产业园区这所在设观赏点，并且伫草屯民间南投市设专运接送站。到时会调超过200台游览车来接送。烟火9月16日释放的这一天，还有10月10日哦，伫咱会展中心附近哦，拢会交通管制。咱县府甲南投市公所有选定2个高处观赏点，底下咱嘛有规划相关的市集、个小舞台。南投县府指出，16暗示放宴会迄天嘛会实施交通管制，会禁止人甲车入去管制区，请民众爱配合。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自从世界大战了后，因为物资真欠缺，在台中有2级上百年国小呢，进前就摕这微博弹做校正。台中市文资处进行文资普查，认为这炮弹校正反映战后初期资源有限，就地处在现象，会提报文资审查。
推讲落去，这个声音规校园拢听得到。有103年历史的台中市丰原区红珠国小的校景真特别，是用炮弹做的。我不会害怕，因为它已经里面全部都清空了。囡仔伫炮弹下骹听课拢袂惊，干那笑声尔。学校是讲，这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阵，美国弹伫学校运动场的密幕弹，经过小可处理了后变作校景，是镇校之宝，也是见证历史的和平证。美国正在跟日本打2次世界大战，那台湾因为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美国人就用这个炮弹，然后就投掷在我们学校的操场，刚好它是未爆弹，然后后来就经过了工业的处理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弹壳，作为一个历史的注记，也是我们学校的和平钟。离5公里外的后里区内部国小，嘛有一粒炮弹精，体型重量搁较大，本来挂伫校舍的条仔顶，停电的时阵做上下课的钟声，即马互学校囥伫个鸡笼收藏。这个炮弹钟就挂在我们老旧的那个平房的校舍的这个屋梁上面。那其实它当初的功用就是遇到停电的时候，那这个部分工友就会拿铁锤来敲这个炮弹钟，那当作是一个上下课的钟声。台中市2017年开始展开日治时期中小学文物普查，发现有3间小学有炸弹壳做的校景，反映战后初期资源有限就地取材的历史。反映战后初期资源有限下，学校就地取材，利用炸弹壳当校钟的史实。本次普查建档文物达691件，将进行潜力文物提报为一般古物。691件建档文物当中，也有文字法内底有可能是变古物的文物。后续会提报文字审查，也会鼓励学校推广在地历史设计的课程，和文化资产更较挖进教学的现场。记者采访报道。国光客运台南、高雄、屏东等各道路线对今开始会全部停驶，也若西里路线会交予通联客运。不过，这上车的地点却无伫咧市区，改对1公里远西里交流道附近。地方是希望讲，这相关单位会当提供配套的服务。车北透早，民众去西里转运站摕国光客运来回票来退钱，因为为车北开始，国光客运台南、高雄、甲屏东等各道的路线全面停驶，同时嘛结束西里转运站的经营权。那若西里的路线即时开始，用换通联客运来接。这个一个记忆，从小到大的记忆。今天最主要是来退票。对啊，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退。比较就是在那个外县市会比较不好搭老岁仔人较无去坐车。有袂少乘客专工伫咧上尾一天的尾班车来到西里转运站见证甲翕相。西里转运站从2013年启用，由国光客运经营。即马南部8条国道的路线停驶，嘛退出西里转运站的经营。地方的民代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予其他的客运来遮进驻。会希望说在这个地方尽量不要空下来，也可以去媒合一些其他的客运，比如说像是统联客运，他们也可以愿意进驻。我们必须到统联的那个站址去搭乘，离这边的转运站是有一段距离，那民众也有反映说不大方便。那据说，这个西螺镇高工所跟那个县府会在协调，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当地民代表示，国光西里路线由通联客运来驶了后，坐车的地点会改去西里交流道附近通联的车站，离市中心超过1公里。地方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到3天，予其他的客运来进驻，或者是安排部分的车帮会当入去到市区，予民众坐车安全佮利便。云林县府交通管制工程局表示，会邀请相关的单位研究可行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中油伫台南还有4个天然气井，自2023年矿业法修正3读通过了后，针对有天然气井的量电率甲关电率，一个人会当分到1400块的现金补助。今透早9点开始分，真侪民众真早就来排队啊！透早关电社区活动中心头前的广场排队排甲叉，大家拢是为着要领1400块的矿山回馈金。意外之财啊，感觉足好的安尼啦。天然气伫边家恁袂影响的。没。回馈乡里是很好的啦，刚好因为立法院有通过矿业的一个条例嘛，所以我们在地的
居民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我们非常高兴啊。经过了解，因为这个回馈金大部分拢是透过社团去甲中油申请补助，加上无标准办法，嘛无固定，有寡民众认为无公平，这回该全面发放，民众话声支持。社区分好，妈妈教室分好老人会，这样就只有这些参与的人可以享受到，现在是给每一个人，这个是。有福同享啊！中油这阵伫台南市也有4口天然气井，分别伫咧关电区的量电里甲关电里已经运作20档，虽望以里的范围来发放，不过伫咧气井边仔咧建筑的民众怨叹，因为户口无伫咧遮，无法度领。有危险性啊！可能这驾驶路也较唔好啊。嘛是烦恼讲这里这进过来啊，下一个啊，下一个啊。85% 要回馈给我们的里民呐哈。然后这次的那个条件是112年有涉及在我们官田里跟农田里2个里满1年，以及那它的金额划换是每人1400元。伫去年10月份公布矿山管理金的回馈金发放办法，这回是头届修法通过了后，正式发放回馈金，所来政府计破发1万块，这事先发钱，嘛互当地民众感受到意外之财欢喜。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副总统萧美琴主持海巡巡防南花莲南的交南仪式，随落来下部署伫咧东部海域。另外，今仔日呢也举行这海巡第5只1千吨级的巡防南落水仪式，改号名做平湖南。这萧美琴是强调讲和平需要守护，会继续来强化国家安全。请往上揭牌。现开播报副总统萧美琴正式回献河西之1007海巡第5只1千吨级巡防南号名平湖南，了后阁进行落水仪式。请直评。仪式由海巡署长张忠龙、副经理文玲启动，象征代表守护海巡兄弟的眷属。向副总统强调，亲人支持是海巡兄弟背后上坚定的力量，向眷属致谢。也讲到和平是需要守护的，继续各人各做，强化国家安全。面对国际情势的风云变幻，俄乌战争、中东冲突，都在提醒我们。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需要我们共同守护。萧美琴伫花莲南驾驶室外口向大家握手，花莲南交南了后，就报告予海巡署动机队部署伫东部海域。海委会主委关碧玲除了慰勉海巡兄弟，也讲到花莲南原本是第1只海巡爱社小海巡，按过的欢迎通过对港预算，无需要写小路。在追加预算还没有追加回来之前，本来是我们第1艘要开始赊账的船，总共有7亿多必须赊账。现在追加回来了，在海象风浪5级的时候，还可以持续有效提供直升机安全的起降。它也具备了这个夜间海上搜救的能力。花莲南有中科院开发的近海火箭弹武器系统，20机炮遥控镜塔，高压水炮顶，也有红外线这显像机，应增加夜间搜救能力。根据海巡署的规划，青铜级巡防艦总共会起6只，目前已用4只交艦，按算会伫112年应全部交艦。记者综合报道。2015年国际半导体展拜3伫咧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今年安省有1200间半导体含科技业者，吸引超过10万人来参观。受到这半导体题材影响，台股今日开关，最后是收伫咧24547点，起52点，创收盘历史的新高，新高达有到新台票4335亿。台股8日早盘起超过200点，捌攻上24729点，创下盘中历史新高。按过后续走低，每盘台积电台价收平盘1180块，拖退大盘起伏较亮，总量收伫24547点，起52点，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新高达新台票4335亿。台股的一个冲高，主要就是反映了美国这个9月降息的一个几率提高，对短线呢就欠缺更新的一个利多来支持这个指数的一个上涨。
所以造成了今天指数的一个部分呢冲高之后回落。分析师表示，台股伫经济离岛级的持续冲悬，国内即阵要举办国际半导体展、台北航太甲国防展等，也是市场观察资金动能的重要指标。针对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最阵就会宣布会对进口半导体扣高额关税。国内半导体业者认为，未来半导体的沦陷关键，袂阁干那限伫技术产能的武器化，关键材料嘛是竞争的要素之一。你对于关键材料的掌握度啊，是不是在你手上？稀土有没有？然后特气特化，你的国家能不能掌握？或者你能不能掌握到有友好国家，它是稳定供应？ 2025年国际半导体展，70要伫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也是历年上界大的规模，一定会集合全球1200间半导体甲科技业者，也有4100个单位，要吸引超过10万人来看展。专家呼吁，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唔但爱维持强势，嘛爱追求稳定甲永续，透过自主研发甲国际的合作做伙做，才会当确保供应链的韧性。记者采访报道。 为了要防止这中国的产品对第三地出货来到台湾生产地，这关务署成立强化违规转运查核小组，对4月到今呢查到14000件的包裹，有168件可能是违规的货品，大部分是电脑零件含这通讯设备。有专家是分析讲，这塑胶货品呢税率差35%以上，目前有50位出货人涉嫌甲产地标示无老实，去互国务署开罚单。 真济包裹分类了后，放伫货架等出口。行政院长杜荣泰伫6月份去关务署台北馆巡视，因为美国关税政策的冲击，为防止中国甲第三地件 MIT 生产地，即马交出成绩单，查出168件疑似违规的品项。产地标示不实，它有可能它就是中国大陆或是第三地，它违规转运来台湾。第二种太一样是未依规定标示产地。 关务署成立强化违规转运查核小组，包含基隆、台北、台中、高雄海关每礼拜查验一摆，第4个月内查核14015件。出口美国货物有50件确定违规，出口货品的人会比较无合法摘取。目前查到上大件就是电脑零件甲通讯设备。中国输美基本上是零关税，第一个是 ITA 条款，第二个是它有豁免。 专家分析，其实转运货品内底包含电脑机卡、信号线转换器、通信器，因为中国甲台湾拢是 ITA 成员，即马调查结果也未出来，拢是维持零关税。啊，毋过反倒倒来亲像塑胶制品、零具甲无含门铃，台湾关税是10%加 N， 中国是55%加 N， 差距至少是35%。它的汽车零组件，还有汽车用的这些软体，那国防用的这些东西，它其实都不希望跟中国的产地有挂钩，所以这些东西呢，即使它面临高关税，但是还是会有人希望绕过来。 美中一直在变调，专家分析，亚洲国家拢难得生产地纪录，台湾因为地理位置加上过去目前高度靠中国 ，MIT 加做中国生产地第选择，不过经济部贸易署规定 ，MIT 货品别到美国应该签，自美国货品原产地声明书，若声明书作假，会照贸易法相关罚300万。记者综合报道。 嘉义县有一寡机械设备出口的传统制造业受到这美国关税影响，对8月底开始呢，就申请减班休困。嘉义县政府表示，有掌握到厂商的状况，会协助因申请相关的补助或者是转型的计划。工厂的生产线按照订单来制作机械的零件。嘉义县这种主要生产工具机械出口的厂商，受到美国对顶关税贴原本税率的影响。 自8月底开始，嘉义县内有5间厂商，计共118人申请减班停困。实施减班休息的企业主要都集中在制造业。那制造业底下的这个所谓的金属机电制造业，那最常见的就是工具机产业。咱唔是100%拢销美国，抑搁别类，迄拢无关系。但你汇率甲武咧是全世界拢有关系。啊，你政府要甲人谈判，你连交一只厂商来做咱迄个问题都无。啊，干那你家己去甲人讲。 啊，你也唔是生理人啊啦，你哪知影讲步数要怎讲？嘉义县罗清楚表示，受到关税影响，必须减少出口的订单，业者要申请减班停困的省人力，需要先甲劳工协调。目前县内有400间相关的业者，拢已经有掌握厂商的状况。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内来减少工作的时数，那这个前提一定是要劳工要同意才可以实施。
那实施这个减班休息呢，也不是说就可以企业就可以不付薪水，那最低你还是得给予劳工最低工资的这样一个保障。劳清处指出，针对申报减班停课的劳工，会提供就业安全网的资源。若是有需要，会来辅导厂商申请相关的补助甲转型计划，嘛会甲厂商的需求向中央来反映，希望降低相关业者伫关税当中受到的影响。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真侪人讲去到南部一定爱食一间叫做丹丹汉堡角，不过因宣布讲对12开始呢，一寡商品会起5块到10块。另外，伫咧高雄盐埕区也有一间卖面的，讲要起5块到10块。台北的喜来登饭店这食家饱餐厅，这10月初1开始呢，到一时段也要起100到200。根据这主计总处公布8月这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连续4个月，凭借通货膨胀警戒线搁较低，却因为食的物件价数起较济，家庭压力也变大咯。早拄开门，就有4道人起来交关。高雄盐埕区这间阿财鸡丝面，原物料已经起几落届，头家是讲9月初开始，部分品项调5块至10块。真的一直在涨，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涨幅是最少了。可以理解啦，物价真的是高涨，然后人力人工这个也是真的很不好调整。除了面店南部出名的连锁素食店丹丹汉堡嘛要伫12起价，部分套餐起5块，部分早安餐饮料起3块。美国五谷三肉糜等起2块至3块，也有11个品项停卖。店主是讲，因为原物料、人工也有因为成本逐年起价的影响。还行啊，5块钱而已，又不是天天吃。面店连锁素食店起价，北部也有食较饱的餐厅起价。10月初1开始，喜来登自助餐厅假日餐价小调悬，平均起100至200。主计处上新公布的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1.6%，起价幅度比顶个月较大。虽然连续4个月比通货警戒带有较低，不过食物类价数起价幅度较大，加所得家庭承受的物价压力也是比整体平均较悬。为什么我们的那个 CPI 它数据上看起来还不错？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呢是面对那个美国的对等关税的影响嘛，那这个影响呢，其实它会使得那个全球的贸易量下降。学者认为，美国是全球上大市场，关税政策恐惊会让真侪国家经济活动减少，连带国际商品的需求也会降低。CPI 是综合车、乘、大交通各种商品服务加权平均的结果。这届原物料起价幅度对食品需求量较大的家庭来讲，对物价波动的感受会较大。记者采访报道。近期昨晚受到这风台影响，国内的农渔产品呢损失真严重，尤其是家己的蚵仔这产量减真多。所以来特别中秋啊，这渔业署也要加强行销，推出中秋续会，希望民众大家做伙来支持在地渔民。因为前一阵仔台湾受到风台影响，农渔业受损严重，尤其嘉义生产的蚵仔，因为受到风台影响，产量减少。中秋伫要到啊，中秋烘肉，若有要准备烘蚵仔，可能本就要较粗咧。2个台风造成我们嘉义这边最大的一个牡蛎产地那受损的程度大概有2成5到3成，供应量我们透过各一类的，不管是电商平台或是实体通路的一个合作，我们都加强在行销我们的水产品，所以基本上现在看起来会有稍微价格会有提升的，大概就是这一个牡蛎。不过，渔业署表示，其他的海产产量拢真稳定。为了加强国内的行销，渔业署有和真侪网络平台店家合作。这届嘛，甲渔会合作推出中秋海产优惠。农业部表示，国产的海产真多元，即马结合 AI 冷冻技术，会当增加保存的时间。另外，因为即马的小家庭较济，嘛针对小家庭做实在的分装，提高方便性。那透过我们这样冷链的这个计划呢，让它的这个战斗力更加的强。除了时间是可以延长之外，那我们也针对了很多的这个家庭这个形态的改变，做小包装、做分切，然后做这个熟成料理、做多元加工各样的处理。
渔业署表示，国产的海产营养又够多元，呼吁民众中秋烘肉会当多多支持在地渔民。除了伫网站尾有，嘛提供真侪优惠，也有抽奖活动。政府带头买饼买去。记者陈心东、林孝凯台北报道。中秋敢一定爱烘肉咧？这今年中秋呢，这屏东的潮州特别举办办桌活动，邀请在地5位总铺师来设计菜单，用当地出产的泰国蟹来做料理，按算一道6000块，要来开放200道，想袂到今仔开放注文一声就袂了了啊！甲虾仔等落去鼎内，含蒜头、番姜、盐水做伙炒，煸几下了后。刷落来，甲5柳枝的温料倒入去搁炒，互泰国蟹入味。一出当初雷蒙泰国蟹就会使准备器材。屏东潮州是国内饲泰国蟹的大乡镇。今年中秋节举办大会菜的办桌活动，每一道10出菜有3种无同的泰国蟹料理，一道总共有5台斤左右，要互民众吃好欢喜。因为天气比较炎热的话，我们比较适合吃一些比较酸甜口味的那个泰国虾，这样子料理起来口感也不错，也比一般的那个煮法。屏东潮州的赛新蟹拍开知名度了后，电工所今年邀请地方5个总铺师设计用泰国蟹料理办桌，一道6000块，按算要开200道。初8开始会使订，到11点左右，电工所统计已经订超过5成。考虑到环保的一个问题，跟一些油烟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年特别改变方式，采用会炒的一个方式，圆桌的方式来做处理，让各位乡亲或者是来潮州的游客可以共同来享用美食。电工所讲，前几年拢是用烘肉的方式，但因为今年活动办较大，惊造成空气污染，所以改用人道的方式，邀请民众10月初4中秋节到潮州吃泰国蟹。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卫福部搁再预告修正造产机构设置标准，规范机构的环境设备要有泰山生产和开放空间，上侪服务9名有薪的护林人，敢有提供扣囡仔服务咧，逐步列入去规范。即卖人生囡仔大部分到医疗院所，暗过强调以延山区为中心，给医疗阶级的助产士接生方式，可将对延山区各家庭个别需求提供帮助，也是受到真侪人欢迎。我2个小孩都是选择居家生产，所以居家生产的话呢，当然就是请助产士到自己的家里面来帮产妇进行接生，这样。那接到的那一瞬间，真的就是非常感动，永远记得那时候自己的手还在发抖。根据卫福部统计资料显示，这几年虽然少子化，不过由助产士接生的囡仔，平均每年也有200-300人，维持稳定的数字显示，有完无互医疗机构取代。卫福部初草有个修正助产机构设置标准，经营现况来修正环境设备等整备项目。这标定所要有大产生产甲开放空间，9名产妇上限，还有医院面床、医院困难，各专职人员管理保存这篇业务记录。今年要符合修法，业务范围应无包含接生。引起争议，这是无特别修正的范围。我是觉得有新血的加入是比较也好啦，只是说对那个现在职业的一些助产所会比较不公平啦。老的总会老嘛，新血一定要有新血注入嘛。目前全台有20多间助产所提供助产士接生、产前、产后检查，也有婴儿保健等服务，有资深助产士分享。今麦大部分是到厝接生，真侪助产所转型做咨询地点。卫福部表示，因为助产士的业务范围定伫保护助产人员法，这摆修正草案伫业务部分无做改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第2大里高山区的凉水里，敢爱挂做2个里咧，居民是有无共款的意见。顶个月底呢，这市政府召开说明会，有700多位里民到现场，里长和多数里民拢是反对。即马区公所拍算要搁再开第2摆的公听会，所以引起里长的不满。里长是认为讲袂当，因为这凉水里反对说明会就一直开，民政局用这款硬要做的方式，伊是无法度认同。
大楼一栋比一栋高，一栋比一栋新。高山的龙水里虽无面积无宽，不过人口超过35000人，是高雄市的第2大里。为着要减轻里长的负担，市府按算要甲龙水里分割做2里。顶个月底嘛，伫地方开说明会，不过分割做法却引起里长甲济居民的反对。针对大里分割、细里合并的做法，民众认为大家重视的物件无共款。那以市政方面来看，伊认为有需要。当然，民众的意见当然还是意见可是如果说在意见跟实际的数字管理中，以一个政府营运应该还是要以数字为重，这样才是得到一个真正大家都可以共好跟公平的方式。市府按算要对美术东沙路、延东2路、甲美术馆路、甲龙水里分割做2里。头一摆说明会要针对囡仔学区甲个人证件都唔免换来挂保证。不过700多几个民众来参加，反对分割有超过一半。里长认为这都是龙水里的态度。不过现在市府准备要搁办第2场说明会，这个做法让里长真不满。各大里他只召开了1次，而且每一个各大里他们出席人数就100多位。它就代表了民意。那我的说明会将近700人左右的里民到场，结果还要再来沟通，还要再来开会。权益不会改变，那照顾也会增加，让更多的里长能够来照顾里民。那整个程序，我们也希望说民政局能够带多沟通。市长强调，行政区的分割是为了要减轻里长负担，提升服务的效率。里面的福利权益未有任何改变，落尾会持续甲地方沟通，消除民众的忧疑。记者郭亚如、柯兆勇、高永昌报道。台北社的开发案这宽屏呢，去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销。不过台北市政府也是当咧进行这土地协议买卖听书，予自救会是真不满。市政府是回应讲，专案也未有定论进程，一切照规定办理。是否违法？是否违法？环评撤销。化口号批评北市府违法，协议结果的会期无效，禁建超过50年的时啊，开发案伫前任市长任内通过宽评，自救会提起行政诉讼救济。台北高中行政法院4月判决胜诉，撤销宽评处分。自救会认为，既然宽评予法院撤销，市府采买举行的土地协议结果定数都是违法。坚决反对区段征收以及协议架构，我们坚持要解除禁建、原地改建、9大聚落完整保留，以保障我们的居住权、生存权以及发展权。自救会伫人权甲环保团体的社关之下，拒绝市府以开发之名向逼迁之实。也毋过赞成开发的促进会也到场表达立场，支持市府开发。难道说他在上诉中其他事情都不能做了吗？不是这样子吧？说要整个案子要停下来，这个涉及到各位记者来过都知道，这个环境超级差的。工厂一大把，荒地一大把。台北市政府也依法提起上诉。那在判决定谳前，环评的审查结论还是有效的，也就是环评的还是属于通过的状态。所以我们还是必须依照区段征收的相关作业、法定作业程序来继续执行。对此，市府强调，虽然法院撤销开发案的宽评，但不过市府已经提起上诉，无定案进程，一切依规定办理。土地所有权人会当参加这摆会议，也会当伫年底进前交交同意书同意开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环境部伫9月7日有公布新的宽评委员名单，14个委员内面呢，这环境工程背景的委员就占9个，引起环保团体不满。伊认为讲这专业比例无平衡，要求环境部把名单撤倒登记。那环境部是回应讲，虽然多数委员是环境工程出身，不过因的专长拢无共款，所以因就要尊重委员心在能力。亲像连贯开发工业区，也是去做交通系统等等。若是开发可能会影响到环境，拢要通过环评委员会审查才通做。环境部9月7日有公布新一届的委员名单，不过互环团批评讲，14个委员当中，环境工程背景的委员就占9个，而且嘛无医疗和公共卫生背景的委员。环团认为严重失平衡，呼吁立法院冻结环评会议误说，嘛要求环境部退回名单。这个极端环工的委员会。这是极端的，这非常可惜，一定要停看听。所以，尤其2023年的 COP28 是强调健康，恒启明竟然没有这个概念，已经完全不适合做气候变迁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啊。
针对环评委员当中，环境工程背景的学者就占6成7期。环境部是表示，虽然多数委员是环境工程出身，不过这些委员也包含空气品质、主管循环和水资源等专长在内，而且环评是务上卖看开发的性质。另外，各个邀请1位至3位的专家学者来参与。觉得用学历去认说他是什么样专长，可能会有失偏颇。有一个江宏龙教授也被这个民间团体归类为说是环工的这个背，可是呢，他其实过去在中国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担任教授14、15年，那也是健康风险管理系的系主任。自从1994年环评法立法到达，其实环评制度已经施行30年。环团嘛要求环评法应当爱修法，在环评委员的部分应当爱制定专项比例。环境部表示，针对修法的建议，今年已经有在做环评总体检专案，按算11月会有初步的成果，时交会和各界加强沟通讨论。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台中政治大学附近的北市东路有画飘线人行道，不过真相发现讲，这人行道上界下所在只有20公分尔。市政府表示，讲会要求区公所赶紧去处理。正伫多维好的绿色铺面，民众闪来闪去，但下特要开学。台中市刷到正溪上款北市东路伫路径为标线型人行道，暗过完工了，煞互人一直批评。铁桥就娘上下所在，敢若20公分，加上边就是后向内停车的所在，那一个人要通过，拢感觉是真下。是感觉这样走，然后可能会有人突然开门嘛？已经就剩下一点点了，会觉得很危险。对啊，有时候老人家走路不是很好，会撞到那个地方啊。台中市府伫当地推行标线型人行道，范围是北市东路、北回北中东街南到东兴路56巷，差不多500公尺。施工期间，野出登发路口标线将近90度，加点头连续反对点的证据。完工了，民众发现原本规划0.9到1.2公尺宽人行空间，敢若5分之一因为施工真凊彩。用工处表示，甲道路占用关系，发现有违章建筑、延伸物及占用道路障碍物等情事。已向住户及商家劝导，部分已配合自行拆除，余由区公所依规查报，限期改善。政府强调，施工过程发现有点头的空心砖，电火车这路障是违章建筑延伸物加占用道路障碍物，已经向住户加点头宽度，会由刷力区公所照规定查部要求限期改善，啊若无会停掉。记者综合报道。大师兄林志胜伫昨昏讲出，伊个人第305期红布朗替22年的棒球人生做完美的收煞。想袂到呢，但这个林志胜做伙伫咧澳洲这帮拍球的这个前日本火腿队的球星三国军师，也伫咧社群顶头甲祝福，甚至呢，佫甲这个日记翻译做台语打伫下骹。网友讲，看到这台湾的祝福，有影是足用心的。从9岁打棒球，打到现在。43岁，34年，我没有不舍。未全龙球车林志胜伫这届顶上尾一场引退赛，伊感谢棒球带予伊幸福的生活，哪讲哪流目屎。我很感谢棒球给我所有的东西，给我的家庭，给我的家族，很好的回报。礼拜引退系列赛上尾一场，林志胜也伫第6局后半场讲出一支轰乱，这是伊棒球生涯第305支全垒打，已经是中华一棒的全垒打王。引退这场比赛，佮追加一支，讲出上有代表性的全垒打收尾。这个球出手来看一下林志胜，左外方向的飞球，距离够不够远呢？这个球全垒打！除了家人马上甲祝福，林志胜较早做伙伫咧澳洲拍棒球的队友，前日本球车西野健士也伫咧社群发文祝福，伊先用日记甲祝福，搁伫下面翻译做台文字，顶面写着：因为有搁记着你，我的人生就改变啊！会当搁做伙出赛，我感觉真光荣。对你的记忆，我一世人拢袂放袂记。大文一打落去，遂引起侪网友留话，讲看到大家的祝福，真感动，也真用心，真大心。记者第二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咱做伙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罗西亚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无人机和飞弹的空袭，这届是战争以来规模上大行动，目前有4个人死亡，一座这政府大楼去互bomb歹去。因美国总统川表示讲，已经准备好势要对这罗西亚实行第2阶段制裁。
乌克兰首都基辅真济所在因看到一直请乌烟。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7针对乌克兰发动810台无人机甲油腻攻击，数量是战争以来上济，已经拍落747架无人机加4粒飞弹。基辅一栋主要政府大楼被拍到，总理近日内底开直播表示，大楼厝顶甲较悬楼层受损，佮引起大火。这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攻击的新变化。为2国战争以来，基辅防卫正严密，说是第一摆有政府大楼被拍到。Влучив у будівлю уряду в самому центрі міста Києва. Ми бачимо наслідки цієї ворожої атаки. Локалізована пожежа на площі 800 метрів квадратних. Наші рятувальники продовжують. 官员表示，在全国各地攻击当中有真侪人死亡，包含基辅市中心西边一个地区的一栋9层楼主体，有妇人、囡仔不幸死亡。总统泽连斯基在中部的故乡有3个基础设施也被攻击。Заяви лідерів держав, інституцій були продовжені сильними діями. 北京官员形容这个攻击是互人真失望，川普表示会对俄罗斯施加更加强大压力。Are you ready to move to the second phase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or punishing Putin?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已经对乌克兰军工复合体加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军火库已经受损。这把攻击启用精准飞弹、无人机等锁定真济军事目标，佮强调所有锁定目标拢用拍到，无针对基辅市区内其他目标，疑似后人直接攻击政府大楼。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美国乔治亚州一间轿车电力工厂，移民局的人去掠去查，拢总掠到400外的非法移工，大部分是南韩人。南韩官方宣布讲会派专机去甲人接倒转来，然后美国是强调讲掠非法移工行动会因为外国投资就来改变。大批工人向要求排队接受超新股。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动员数百名工员，突袭位于乔治亚州由现代汽车甲 LG 新能源合资的电力工厂。周边亲像军事行动，将基本有475人互拘留，其中有300人来自南韩。代志引起南韩的惊吓，青瓦台表示，甲美国交涉了后，已经达成共识，会派出无机接回奉扣留的工人。 구금되어 있는 근로자들의 석방 교섭이 마무리되었습니다. 다만 행정 절차만 남아 있고 이 행정 절차가 마무리되는 대로 전세기가 우리 국민 여러분을 모시러 출발합니다. 美国总统川普公开支持 ICE 的行动，强调这些工人属于非法移民，当局只是依法执法。不过，伊也释出善意，表示愿意检讨产业培训甲合法引进专才管道，佮强调这件代志并无损害伊甲南韩关系。We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South Korea, really good relationship. You know, we just made a trade deal. But I'm going to look at it because I understand exactly what they're saying. 除了签证甲居留，部分个别者也压出厂区内的劳动环境存在记录。外界烦恼伫追求经济效益之下，劳工基本权益倾向互牺牲。It's not just because about the workers that are here. It's also about because of the way the workers are treated by the companies that are in there. And you know, nobody in America should ever be treated like that or have to work in these kind of conditions. 美国媒体分析，这摆突袭现代只是开始，外界点名边境刷防后半推动的政策代表移民执法，会扩大到更加侪跨国企业。得胜者的企业投资数百亿美金的投资也无法度合并。这场突袭行动，和南韩甲美国的经贸参外交关系搁陷入可见。当美国一手优化外资，一手强硬执法。安怎平衡经济利益甲移民政策，会请做相比后一步爱解决的难题。公司新闻地为您编译。天主教教宗24世切切封一名15岁就过身的电脑天才阿库提斯，将做圣人。这个少年人在生进前运用科技，伫网络顶头传播天主教信仰，互人叫做是上帝梦想。大大两条布帘挂伫圣伯多禄广场，原地讲罗马天主教教宗24世伫当地初7正式册封过身的两位圣人，一位是电脑天才少年阿库提斯，因为得到白血病，伫2006年过身，只有15岁。伊伫伦敦出世，爸母拢是意大利人。细汉时阵随爸母移居到米兰，在新进前真备网络甲电脑应用，也捌结识真侪网站传播天主教教义，佮记录发生的奇迹，互叫做。 In questa cornice oggi guardiamo a San Pier Giorgio Frassati e a San Carlo Acutis, un giovane dell'inizio del Novecento e un adolescente dei nostri giorni, tutti e due innamorati di Gesù,
e pronti a donare tutto per lui. 要加做奉献的对象，爱有2个得到高中人口的记者，2020年巴西一个着要求病的7岁查甫囡仔，伫接触到阿库提斯的一领 T 恤了后，扶起来，也有一名脑部受伤的哥斯达黎加查某囡仔，由伊的母亲伫阿库提斯目前祈祷了后康复。这2个记者拢得到高中人口。另外一名奉献的意大利青年弗拉萨蒂，以热心帮助善车人甲弱势族群出名，却伫24岁因为小儿麻痹症过身。除了奉献仪式，当地6、7、2日，也有超过1000名 LGBTQ 天主教徒加支持者举行雕像活动，加做梵蒂冈第1个多元化教徒雕像团重要代表。Che la Chiesa continui a essere aperta come oggi dimostra di avere le porte aperte per todos, todos, todos. 这摆活动是由意大利协会约拿当执掌主办，是天主教会今年活动之一。希望当推动信徒之间有更加大的包容性，参与活动的信徒来自大约20个国家。虽然活动中无安排到高中24岁会民，用过未少参加的信徒真贵。这摆活动让因感受到更加侪方接受的重要性。虽然高中24岁依然坚持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不过也表示未推翻前高中放置各地2023年温泉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决策。公司新闻台视董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阳、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